喺心梗發作之前呢，唔係冇徵兆嘅喎，身體會提前有一啲暗示，但係好多人可能冇發現，亦都冇當回事。尤其係經常捱夜嘅朋友啦，呢幾個心梗嚟之前嘅信號一定要記得，關鍵時候可以救命。第一個，心口痛，大概手掌大小，位置喺胸骨後邊，好似一塊石頭壓住個心，好翳悶嘅感覺。第二個咧，左肩左背嘅疼痛，呢個痛可能會順住膊頭，甚至小指同無名指都會痛喎。呢個時候特別容易誤以為係頸椎病啦、肩周炎，但係實際上可能係心梗嘅信號。第三個，胸口好悶，呼吸急促，唞唔到氣，面色蒼白，心翳出汗，唞一陣可能會好啲。但一做嘢咧就會唔得啦，而且間隔時間咧會越嚟越短。第四個，胃唔舒服，惡心嘔吐，食咗胃藥都冇緩解。第五個，牙痛，但係冇蛀牙喎，牙齦又唔紅又唔腫，喉嚨亦都唔舒服，好似俾人撳住條頸，唞唔到氣。如果呢啲症狀持續幾分鐘都唔可以緩解咧，咁呢個時候諗係唔係心梗咧？可能身體向你發出一啲求救嘅信號。咁喺呢個時候，你千祈唔好搏命咁揼心臟，亦都唔好用力咁去咳，你要即刻原地休息，停止一切活動。我哋可以坐低，兩條腿自然咁垂直落嚟，可以減少回心血量，減輕心臟負擔，同時盡快撥打急救電話，唔係自己坐車去醫院喎，而係打電話，因為急救工作人員可以及時處理一啲問題，比如心臟驟停啦，而且可以直接聯繫到醫院胸痛中心嘅綠色通道。